针对台中最近发生这个重大的事故，时代力量批评讲，建商刑富法早就已经是公安事故的累犯。台中市政府呢，继续呢无伫甲管理，是因为这个刑富法确实讲甲哪里个正常关系真好。来看这个董事会名单，伊点名讲，这个包括独立董事陈大军、洪书尧，一个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办公室的主任，一个是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的老爸。针对这点，洪明凯有亲身说明甲回应。不应该要放纵这样子的恶直班的建商，继续的在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。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讲，台中一位严重公安意外，建商刑富法过去早就真济恶历史。官官相护的情况，放纵这样子的建商，持续的在这边来进行建案，而且有多次已经是违反了这个公安事故，甚至是劳工治安问题的情况之下，仍然是没有办法来做处理的。时代力量列出刑富法2008年以来，伫咧台中发生过上少6件重大公安意外，这期台中市府放爆，因为刑富法和哪里建商的关系真好，点名独立董事陈大军、洪书尧，一个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办公室的主任，一个是国民党立委洪明凯老爸。洪时尧先生担任刑富法独董，时间早在我洪孟凯担任立法委员身份之前，而洪时尧先生所有的公开资料，我们持有新复发公司的股票是0，大家可以凭专业说话。甘参与政治现金平台，佮公开刑富法关政治现金真拍手。2008年到2020年，总金额达到810万，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、台南市长黄伟哲各100万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得到200万，加上立委议员拢总14个拿了政治人物，拢有伫咧名单内底。当然，就是说公安事件该究责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无限上纲，就是说，所有的公安事件把它引申到政治案件。我不清楚这个情况，那到底有没有？有的话，我相信都会依法申报。大家拢讲爱追究责任，若真正牵涉到政治，就一定爱依法办理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